各位好，今日我會向大家介紹如何運用人工智能工具嚟豐富我哋嘅課程內容，尤其是喺多媒體製作方面。首先，人工智能可以協助教育工作者更有效率咁設計教學影片，從剪輯到字幕生成都可以自動完成，節省大量時間。此外，透過 AI 技術，我哋能夠創建互動式教材，例如利用語音識別同自然語言處理功能，增強學生嘅學習體驗。人工智能驅動嘅人工智能種類多達6種。上次我哋已經覆蓋咗課程設計與管理、簡報與內容設計、寫作助理同研究成果嘅部分。今次重點就係點樣利用 AI 去製作多媒體。AI 喺呢方面嘅應用非常廣泛，好似自動化影片剪輯、智能音頻生成同虛擬現實內容創作，都係目前非常熱門嘅技術。今日我哋嚟探討一下人工智能工具喺教育領域嘅應用。我哋所使用嘅人工智能工具，主要目標係幫助教育工作者喺課程設計、管理同內容創作方面提升效率同創造力。依家就等我同大家介紹幾款重要嘅工具啦。首先係 Minimax， 呢個工具專門幫助創作互動式多媒體作品。透過 Minimax， 教師可以將教案轉化成具備視覺同聽覺吸引力嘅內容，令學生更加專注同投入學習。下一個係 CapCut。呢款工具主要針對學生嘅視訊專案，佢可以增加學生嘅參與度同創造力。教師用 CapCut 能夠輕鬆製作有趣又引人入勝嘅教學視頻，從而提升學生嘅學習體驗。第三個工具係 Hagen， 一個個性化教學助理。Hagen 可以根據學生嘅需求提供針對性支援，令學習過程更具個人化同有效性。最後要介紹嘅係 Subanana， 佢係一款語音轉文字同字幕生成嘅工具。呢個工具唔單止方便教師製作無障礙學習資料，亦可以輕鬆生成多語言輔助內容，令教學更加全面同包容。而家同大家講下人工智慧工具嘅主要特點。第一，界面直覺，教師可以輕鬆上手，唔需要額外學好多複雜操作，就已經可以快速應用喺課堂入邊。第二，用途廣泛。AI 工具可以配合唔同科目，例如語文、常識、STEM 都有相應嘅教學支援。第三，協作功能強，好多工具都可以促進學生之間嘅團隊合作，並增強佢哋嘅創意表達能力，例如一齊編寫內容、一齊做專題，提升團隊協作能力。第四，創意表達空間大，AI 可以幫學生生成圖片、影片、故事，令佢哋更加容易發揮創新同想像力。最後，支援個人化學習 ，AI 可以根據個別學生嘅能力、興趣或者需要，客製化內容，並適用於各種學科，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總結嚟講，人工智慧工具能夠同時提升老師嘅教學效率，亦擴闊學生嘅學習方式，為課堂帶嚟更多可能性。人工智慧工具喺教育中帶嚟嘅4大益處：第一，無障礙學習。AI 工具可以支援唔同背景、唔同能力嘅學生，例如加入字幕、語音朗讀、圖片示例，令課堂內容更加容易接觸，真正做到多元照顧。第二，提升效率，好多重複性高嘅工作，例如整教材、寫提問、做摘要，AI 都可以幫手處理，令老師可以騰出更多時間專注教學同學生支援。第三，增加學生參與，提升學生學習興趣。AI 可以製作互動內容、影片、圖像，令教材更生動，學生更投入，學習動機明顯提高。第四，回應現代技能需求。AI 工具本身就係21世紀技能嘅一部分，學生喺使用 AI 協助創作教材嘅過程中，可以學到溝通、創意、資訊素養等重要能力。而家介紹嘅係 Minimax， 一個專做語音同多媒體創作嘅 AI 助手。喺學前及低年班嘅教育特別有用。第一，佢可以處理有聲教材嘅困難內容，老師可以將教案文字轉成自己聲音嘅錄音，再配合顏色、動畫、音樂或者短片，等家長返屋企播放時，小朋友都可以專心聽故事或者練習，延長學習時間。第二，Minimax 可以做個性化學習影片。
例如將課文變成有情景嘅廣東話故事，甚至改編成 Zootopia 咁嘅動畫風格版本，又或者將暢遊活動變成短片，令小朋友嘅參與度大大提高。第三，佢仲可以將課堂語音轉成文字，自動產生有聲摘要或者多語字幕，方便家長跟進，又可以支援不同能力學生無障礙學習。簡單講，Minimax 係一個可以幫老師將文字轉化成聲音，再轉化成多媒體，全部自動化嘅工具，令教材變得更吸引、更容易理解。而家會介紹下點用 Minimax 將文字轉化成聲音。首先登入，去咗佢嘅主頁先。我哋喺空白地方輸入故事內容，我就輸入咗小傑嘅故事。然後喺輸入故事嘅左下方揀翻 Tell a Story， 有本故事書嘅圖案，再點擊 Generate 之後就會出現此畫面。我哋喺右邊點擊 Voice， 選擇配音聲線，跟住就會去到此畫面。我哋選擇一個合適嘅聲線，再按 Use 作確認，然後可以喺右邊部分調整語速、聲調同聲量，揀一個你覺得合適嘅。完成後按 Generate， 生成完成後，大家可以按播放鍵嚟確認音頻嘅質素與內容是否符合預期。如即時發現有問題或者需要調整嘅地方，可以直接按 Regenerate。如果大家完成音頻內容確認無誤後，最後一步就係按右邊嘅下載鍵，將音頻保存到你嘅裝置上。而家想介紹嘅係 CapCut， 呢個工具非常適合教師同家長使用，可以將教學內容變成更易理解、更吸引嘅家長友善資源。CapCut 可以快速製作活動示範片，教師只需要加入字幕、音樂同轉場效果，幾分鐘就可以輸出清晰嘅示範影片。家長返屋企都可以跟片協助小朋友練習。佢亦有自動剪輯功能，只要上載錄影，系統就會自動生成短片或者多語字幕，提升專業度之餘，亦節省教師大量時間。CapCut 仲非常適合製作無障礙教材，例如將文字轉語音、語音轉字幕，或者製作有趣嘅故事短片，例如 Zootopia 風格動畫，令小朋友更投入學習。總括而言，CapCut 令教師無需擔心影片製作技術，可以更專注教學內容，同時提升學生同家長嘅學習體驗。我哋依家會試下用 CapCut 中人工智能剪輯影片嘅功能。首先，將影片素材放到素材欄或者 Import 欄內。第二，將影片素材拉到編輯軌道上，可以將影片放入時間線，俾我哋之後可以有條理咁安排各段素材喺影片當中。第三，點擊編輯軌道上嘅影片，再按右鍵，點選 Split Screen 等一陣，佢就會自動生成咗一段影片出嚟。跟住我哋會試下喺影片當中加入字幕。首先，將影片素材放到素材欄或者 Import 欄內。第二，將影片素材拉到編輯軌道上。第三，喺左上方嘅工具欄中，點擊 Text 嘅按鈕，然後左邊點擊 Auto Caption。選擇語言後，我就揀咗 English。之後按 Generate 生成。等一陣，我哋就會喺編輯軌道上見到字幕。我哋點擊字幕，右邊就會出現編輯工具。我哋可以揀翻合適嘅字幕、顏色、字體等，咁就完成生成字幕嘅步驟。跟住我哋會試下生成語音旁白。首先，將影片素材放到素材欄或者 Import 欄內。第二，將影片素材拉到編輯軌道上。第三，喺左上方嘅工具欄中，點擊 Text 嘅按鈕，然後按 Default Text 輸入字幕，或以 AI 輸入字幕。生成字幕之後，就點擊字幕，然後喺右邊嘅工具欄中按 Text to Speech 將字幕轉換成語音，然後我哋就可以揀適合嘅配音，揀好就撳 Start Reading 就可以生成到旁白。若只需語音而唔需要字幕，就可以喺編輯軌道上直接刪除字幕，而語音不會因此消失，咁就可以生成旁白。而家介紹下 HeyGen， 佢係一個虛擬教學助手，可以幫教師快速製作示範影片同故事講述內容。教師只要輸入指令，就可以生成由自己聲線變成嘅虛擬教師示範片，方便家長喺家播放，延續課堂學習。HeyGen 亦可以將家長講座嘅腳本轉換成中英雙語影片，自動加字幕，令非華語家庭都能輕鬆使用。此外，HeyGen 仲可以用嚟創作個性化延伸教材，例如製作 Zootopia 風格嘅故事、影片
或者將主題活動加入角色演繹，增加幼兒嘅趣味同語言學習效果。依家我哋會試下利用 Hagen 去製作虛擬老師。首先去 Hagen 嘅主頁，點擊 Auto， 然後喺下面選擇 My Avatars 去製作虛擬老師。之後佢會有 Digital Twin 同 Photo Avatar 嘅選擇。今次我哋會用 Photo Avatar 做示範，所以就撳 Photo Avatar 一下，然後喺 Photo Avatar 嘅圖片中又會出現上載圖片或人工智能設計製作虛擬老師嘅選擇。我哋今次會做上載圖片嘅示範，所以請揀返 Upload Photo。大家可以揀咗張相，上載後就撳 Upload。之後呢，就輸入人物嘅資料，如姓名啊、年齡等。完成後按 Continue， 跟住我哋要為人物製作佢嘅聲音。你可以選擇輸入指令讓 AI 生成，或按 HeyGen Library 選擇配音。我就以 HeyGen Library 為例，選擇配音後按 Next。等一陣，佢就會完成製作虛擬老師。你可以點擊人物，然後按 Use in Video 喺影片中運用人物。咁我哋整好咗個虛擬老師，就要試下點用佢去製作短片。首先去到 Hagen 嘅主頁，然後喺紅色圈嘅位置輸入指令，例如我就輸入 Saying Hi, I am Mickey Mouse. How are you? 輸入後就按藍色箭嘴，等一陣佢就會生成咗。我哋可以按 Expand 睇詳細嘅資料，確認無誤後按 Looks Good 開始生成影片。生成後，我哋又可以按 Edit in AI Studio 編輯影片，然後我哋進入咗編輯影片嘅畫面，可以見到左邊有一個空白地方，我哋可以輸入唔同嘅內容去新增影片，同時增加對白。下面嘅部分會見到新增咗一段同之前相同嘅影片，然後右手邊嘅工具欄當中亦都可以見到唔同嘅按鈕。第一個係編輯模擬人物，第二個係 AI 生成工具列，跟住係圖案，然之後係音樂。有兩個 C 字嘅係字幕，另外仲有影片、範本同埋層次。大家可以按住自己需要點選翻唔同嘅工具，列去新增唔同嘅媒體。最後就按 Generate， 揀翻 Submit 就完成。而家介紹嘅係 Subbanana 呢個工具，特別適合處理課堂錄影同家長溝通。教師可以用佢將示範活動嘅影片自動轉成字幕，例如喺錄影裏面加上中英雙語字幕，方便家長返屋企重溫內容，確保佢哋清楚知道學習重點。Subbanana 亦非常適合製作講座摘要，例如教師或家長講座嘅錄音，可以自動轉成重點筆記，提升整體嘅專業形象，也方便家長快速掌握重點資訊，令家校溝通更加順暢。而家我哋會試下用 Subbanana 去生成影片字幕。首先喺 Subbanana 嘅主頁，然後揀選擇字幕模式，再撳開始使用，之後撳上傳影音，然後輸入及上載所需資料，例如影音語言，我會填翻粵語，生成文字語言，又揀翻繁體中文，之後仲有添加翻譯就係英文，仲有加埋條 YouTube 連結。完成後按開始生成字幕。等一陣，佢就會生成咗條片。我哋可以按查看，去睇睇影片係咪合適。查看完，確認無誤就可以喺右上角按下載字幕或下載影片便可。如果你哋係要製作講座或者會議筆記，就去返主頁，選擇會議筆記並按生成會議記錄。步驟同生成字幕相同，大家都可以試下。綜合今日所介紹嘅4個人工智慧工具，可見 CapCut 同 Hagen 結合，能有效提升學生嘅參與度同個人化學習體驗。CapCut 主要用嚟製作吸引嘅影片項目，教師可以用佢創作引人入勝嘅短片，培養學生嘅創造力同協作能力，亦可以透過多媒體內容增強學生嘅投入感。另一方面 ，Hagen 可以為教師打造個人化嘅虛擬形象，提供量身定製嘅講解同指導，配合互動式嘅數位角色示範，令學生更容易理解課堂內容。兩個工具一齊用，可以同時提升教學吸引力，加強互動，亦讓學生享受到更具沉浸感嘅學習體驗。而 Subbanana 同 Minimax 都係非常實用嘅多媒體工具。
可以有效提升學生嘅學習效果。Subanana 嘅強項係自動生成字幕，無論係課堂錄影、示範影片，定係家長講座內容，都可以即時加上文字，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參與課程。無論語言能力或有冇障礙，都可以冇壓力咁跟上學習進度。另一方面，Minimax 專注於製作多媒體內容，可以幫教師創造一啲引人入勝嘅故事片段、語音教材或互動內容，令課程更具沉浸感。同時，呢啲影片亦可以加深學生對概念嘅理解，提升創造力，令整個學習歷程更加生動有趣。透過善用 Subanana 同 Minimax，教師可以為學生打造更包容、更有參與感，亦更豐富嘅學習體驗。總結嚟睇，呢啲人工智能工具不僅豐富咗我哋嘅教學手段，仲提供咗更高嘅效率同創造性。透過運用呢啲工具，我哋能更好咁滿足學生嘅需求，提升佢哋嘅學習效果。